请本堂老团队来讲道。题目是幸福鸟好，幸福鸟好。兄弟姊妹平安，母亲节快乐！凡是有母亲的也都快乐，因为我们有主耶稣的爱，上帝听在咱中间，咱拄才有看到细汉朋友在咱中间，咱所有的辛苦拢感觉足价值的，对无？因实在足古锥的，看到这个囡仔，咱就感觉哇，满心感觉真幸福啊！咱今仔日有囡仔伫咱的中间，也请咱永温团队会当用双声带，好无？因为咱的小朋友台语有当时听无啥有咱用华语，咱斗阵来学了上帝，来敬拜上帝，这实在是上大的祝福，上大的幸福。咱先来祈祷，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感谢你，你呼召我们聚集伫遮，我们来敬拜学了你。主，恳求你启示阮，听你的话语会当明白，真做阮生命中的快乐。主，阮互阮听了会当明白，搁去行。阮安尼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伫母亲节我唔知你送礼物给妈妈未？母亲节你送礼物给妈妈了吗？你送对了吗？伫去年英国有做一个统计，妈妈最喜欢的礼物是什么？康乃馨哈，咱看有用到无？拍拍手哈。好，第一个你猜对了吗？是一夜好眠可见妈妈就辛苦妈妈很辛苦她想睡觉的时候，赶快给她好好睡，不要吵好，第二呢？又看没有？第二个希望妈妈最想收到的礼物是什么？就是现在爸爸妈妈，咱父母上爱就是囡仔自集斗阵的时阵，斗阵来礼拜，特别是欢喜今仔人有囡仔甲咱斗阵来礼拜，来敬拜上帝虽然有当时间这个无啥共款总是咱嘛心足重条欢喜，因为咱会甲咱囡仔斗阵是真大的祝福。第三个是什么打叉叉的？又看麦，孩子们猜猜看哎呀，你好厉害！你知道这个答案吗？不要生气，对妈妈最想要的母亲节就是母亲节那天不要让她生气所以我们决定今天不要让母亲来生气以后天天也不要了，好不好？让妈妈天天都幸福。好，第四、第五，这些都是妈妈想要我们可以看到妈妈爱的不是真的那个东西，因为东西会坏掉上个礼拜蔡先生牧师说，那看不见的更真实，看不见的更有力量。所以我们今天江南教会，咱家人教会，咱对去年决定，咱要给爸爸跟妈妈，就是母亲节的时阵，还是父亲节的时阵，咱拢无搁送真正看得到的礼物。咱要看送的是属天这个祝福，这个快乐是永远袂朽坏的、袂歹的，而且搁较有快乐的。咱今仔就是要送给妈妈一个礼物，叫做幸福的脑好，幸福的快乐。咱要来看这个快乐对咱生活中有什么种的帮助。第七、第八，你要知影什么无？你有收到无？3C 产品上尾一个咧，上尾一个是什么 ？Money money money 这实在是真实在啦总是这个实在无啥物用心啦你若是去买物件知影买到的物件这实在是介用心，妈妈嘛介爱好，咱要问幸福是什么？什么是幸福？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不同团队你讲这个幸福的这个礼物有使用说明书无？咱物件收到有使用说明书无？有伫遮这个使用了后有见证人无？这赞的，有这个人无？有通来见证无？你会使甲我讲，这幸福伫倒位无？我要爱幸福到底伫倒位？这么侪问题，团队要来用一个绘本，因为咱遮足侪囡仔儿童咱要来看这个绘本咱的儿童嘛，甲团队斗阵来看咱斗阵来看这个阿松爷爷，有一个阿公阿松爷爷伊足小气的，总是伊真好个，
足侪的这个石刻，这个柿子是石刻吗？柿子哈，好起啊呀，好，还是起啊哈，哈，伊足侪起啊哈，总是伊安那一个人吃，边仔遐囡仔拢安那，边仔遐囡仔拢安那流喙烂，你们吃得到吗？别想，啊，阿松爷爷就是这样的人，别想，纵使我有这么多起啊哈，我嘛无要互你啦。啊，有一天，隔壁搬来一个，叫做哎呦奶奶，一起来哦，哎呦奶奶，哎呦奶奶拄好搬来一边啊，这个阿松爷爷居然很大方的拿出一个起啊，要送伊起啊吗？不是，甲顶头迄个铁迄是不是迄个铁？歹势，不是起啊要送伊，是顶头的铁挽起来送你地址啊？不是送柿子，是送柿子什么？地头这个阿佑奶奶拿到这个地头以后，心里怎么样？很高兴把它收下来了。反而是这个小气的阿松爷爷，那个脸部表情，那面你看卖，奇怪，我不是给伊起啊，我是给伊起啊迄头哦。啊，因哪才欢喜？是发生什么代志？起啊头有啥物好用啊？有好用无？足好用的。对了，谢谢你跟我一起同工，一起说这个故事。当陀螺来算，哇，三四个囡仔围个，哇，有够好算，总是干那几个，一个，只有一个头这个阿佑奶奶说，哎呀，这个阿松爷爷还有很多呢。等这个阿松爷爷伫迄个墙的头看讲，这怎么行？会再来跟我要第二个、第三个地头吗？迄个起啊头吗？所以。伊做什么代志？不行！伊甲所有的起啊拢安那丢，把柿子都摘下来，拢给藏起来。呵呵呵，谁都别想要拿到柿子头来欢喜。哎呦，奶奶真正带这囡仔来呀，哪会拢无起啊？连头都无呢。呵呵呵呵，你看，这就是感情的笑的型啊。这个阿松爷爷，你看，别想要从我这里拿到欢乐的起啊头安那，叶啊好无？哎呀，咱拄只讲互长老有讲哦，感恩的人摕到啥物拢欢喜。这哎呦，奶奶看摕到这叶啊有欢喜无？哎呀，足欢喜着跳对无？对吼，足欢喜。等你创啥？拿叶子做什么？做项链，还能做什么？做娃娃，还能做什么？做衣服啊！我等礼拜去祝我这引导，叶子可以做什么？你知哦？做一个图，顶头迄个叶啊写一字，什么？家。可以做很多但是叶子会不会用完？叶啊用完没？对不？阿松爷爷偷看，恁哪会摕到叶啊这欢喜？恁叶啊用完要过来甲我讨的款哦。这阿松爷爷回去紧做一项什么代志？把椰子摘下来，免想了，拢免甲我想，连叶啊嘛袂互你啦。你捌拄到这样的人无？所以伊甲叶啊人真欢喜，这哎呦奶奶过来哦，哪拢无叶啊？这个阿松爷爷阁足欢喜讲，无叶啊啦，剩鸡啦安那，你买无？买无？买吼！鸡要创啥？拿来做面包。烤面包需要树枝对无？足欢喜的呢！会着条心呢，连手仔鸡、起啊手仔鸡嘛好呢。你看这个阿松爷爷，心情好不好？伊足有的呢，足有，但是心情无好，无平安，对无？看伊摕鸡啊创啥？真正去烤面包对无？好香哦！这阿松爷爷心啊讲，太安呢，潘公公太安呢，好，我爱互恁潘公公，公公潘，即马要做啥物？把整
整个树都砍掉，因为妈无想要互因枝仔哦，迄个树仔枝都无想要互伊，我爱互恁通讲，我无法度得到，恁嘛免小心啊！伊甲伊的树仔、枝仔、树仔安那错掉呢？当伊错掉的时阵，安那快乐吗？你们都得不到，我也得不到，开始安那好啊，开始好啊！我哪会做这种代志？哪会心内郁卒的人，心内无听的人，就做出真无理智的代志？太安尼开始好。开始好，心内无主，无爱甲人分享的人开始好，才会有平安的人。安那，哦，你莫好，你莫好，安慰了后，这个阿松爷爷甲伊藏起来遐安那，摕来分给大家，对吧？给大家吃，对不对？啊，居然给大家吃，他觉得很快乐，分给大人，反倒当变足快乐的，而且。食了后有经济，会当亚经济，后边会当搁生出来，哎，可以长更多、更多、更多，互人的比甲人摕的搁较有福气。什么是你能掌握的？世界上的事没有你能掌握的，只有一样你可以掌握，是什么？给人。给人是你能够掌握的，你愿意给人吗？不用给真实。不一定要给你，可能你给不起，但是你可以给人那个分享的心，那个感恩的心。对这咱会当看到，一个人的分幸福，甲什么会，甲你有什么，甲你有什么身份有关系无？看起来是无关系哦。你有什么？你是什么身份不重要，幸福跟什么最重要？跟你的心最重要。今仔日咱拄啊唱迄条歌，上帝是我安全的要塞，是马丁路德。伊在宗教改革的时阵，拄到真大的困难，伊特别拢会唱的歌。这首歌是诗篇26篇，就是咱今仔日读的经文。这个经文是对倒位来的？咱就要来看旧约的世界。这个诗篇46篇，要讲到的历史，就是讲到西西家王。在旧约的所在，西西家王，伊是一个南国的一个国王，伊拄到真大的困难。咱有看到这个图，亚述要来要来进攻伊，伊心真惊吓，总是伊知影有上帝通好靠。这个大国来要来围伊，要安怎围伊？这个大国亚述派人多哦，而且伊的军、伊的这个兵拢、伊的这个武器拢真勇哦。伊用武器来甲围，甲这个城围的，袂互因出来。要互因无通食，要互因安那没有水喝。当你被围困住，没有水喝，不能进出，让你肚子会怎样？口会渴，怎么办？被困住了，困怎么写？困怎么写？对了，一个人变木头人了，是被困住了。这个西西家的是，伊被亚述国困住了，像木头一样被绑住了，因为外墙全部都是兵，以多要来战胜他。但西西家这个王怎样？他有主的平安，有上帝平安哦，伊的心有安心哦，有上帝介伫的，伊都无惊吓。参像这诗篇26篇，上帝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溃烂，是我随时的帮站。我无惊吓，这个地虽然会改变，山会摇动，总是上帝甲我伫地，我就无惊吓。伊有安心，上帝甲伊伫地，兵拢来，无要紧，有上帝甲我伫地。第二，伊有信心，伊知影上帝伫这中间，总是敢若去互围掉的，会咬死，会喙打死，总是上帝甲伊伫地，有信心。安怎讲？伫这首诗内面讲，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处是要使神的城欢喜。安怎讲？无水要哪欢喜？这水要对倒来？这水要对上帝，要互伊有智慧，一个安那地下道的水。我们等一下要来看地下道的水。
怎么样子引流进来这个城里面，让城里面有水喝，有水喝就不会口渴。这是神，他相信神与他同在，他们就不干渴。再来，他有什么心？他有什么心？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们的主日学学生3，来一起读，请专心放下自己，认识神。好，很好哦，很注意啊，专心。神要我们敬拜他的时候，现在要专心。纵使敌人的武器很厉害，但是我们的武器在这里，千万不要忘记，你每天带武器，这是我们的武器，圣经比那个更厉害。上帝盖地的安怎讲？我们来看，他被围住了哦，没有水怎么办呢？西西家因为有主耶稣给他力量、智慧，让他挖一个下水道。这个不是脏水的哦，这是干净的水，从城外引进来，到现在这个水道都还在用哎。这水道可以容忍1个人进去走，所以他在里面会不会口渴？不会，有水反而外面亚述那些军队，他们找不到水源，因为西西家从神领受启示，先把外围的水源通通把它盖住，让那个亚述一来，哇！哎呦，这哪会拢无水？这哪会拢无水？好啊，好，无水无要紧，冻3天、冻几天，就要互伊安那刷。结果有刷无？因咧内面有水通啉，偌赞呢！上帝囝儿有水通啉，但内面哪凉？因外口亚述敌人啊啦，甲尾无水一阴暗的时间尔，上帝甲因安那歼灭。有主与你同在。如果你行得正，跟神是站同一边，你不要叫神跟你站同一边哦。你如果是站不对边，神不会祝福你。你一定要跟神站同一边，神要祝福你。来，我们来看他怎么样保护他的城。有没有看到这个图？他怎样先把围墙怎样筑高，保护他们的城。筑高以后，这个亚述军队没有办法爬墙过来，就能够保护他们。然后里面没有水，就是刚才那个水引到进来，然后从外面把那个水源盖住，假装把它盖住，让亚述这些军队找不到水源，让他们就在外面。本来想要别人死，结果他们怎样自己渴死。这就是神奇妙的地方。神也要我们的心筑一道墙来保护，不让这些恶者来侵犯我们。神自己成为这生命的源头，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那活水，我们就不干渴，我们就可以用神给我们的力量面对人生许多的困难。我们来看西西家王，他只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如何能够常常重回到源头，重回到主耶稣基督？每一次回到耶和华的面前呢？我们来看西西家呢，他的父亲是很坏啊，他的父亲是最坏的一个王啊。那他甚至于怎样，把他小的时候献祭献给别的神明，不是上帝哦，而且是过火，那个烧火，因为他们的神明不是耶和华的神明，喜欢怎样小孩子的生命，所以小孩子你们要注意。快躲起来，躲不掉。他西西家的爸爸还亲自躲掉的孩子把他抓出来，献给其他的神明，因为其他的神明没有爱，只要什么小孩子的生命。可是西西家的爸爸真的很坏，他是南国第13个王，坏到连自己的小孩，为了要让他的国家丰富，把自己的孩子抓起来。他明明知道圣经说不能让孩子有生命的经过那个火，他把他抓起来献给其他的神明，让那个神明高兴，然后赐福给他。你知道他妈妈怎么做吗？他妈妈是相信耶和华上帝的，在他的身上抹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抹了以后，让他的爸爸献火的时候，小孩子没有被烧掉，小孩子居然能够被那抹的东西这样保护住。于是被保护以后，他慢慢的长大。神也会保护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兄弟姊妹。或者咱的环境
咱的你感觉命运啊，我都无遐尼好的老母老爸啊，无要紧，只要咱家己本身愿意信用坚定，只要你愿意，你为你的爸爸妈妈祷告，你的爸爸妈妈只要有一个人，甚至是教会里面的爸爸妈妈都可以帮助你，让我们有隔绝，使我们不被这外在的摧毁。这个母亲，西西家的母亲就是这样带离这个西西家，带离那些恶缘，让他能够回到神的面前。西西家家己大汉了后，伊嘛做足侪改变，伊甲家的因爸爸这拜偶像的物件，拢总甲除掉，互伊的人民会当转到上帝的面前，斗阵来敬拜上帝。领受这个智慧，当大兵来的时阵，敌人来的时候。他们知道从神领受智慧，因为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 Yes Amen。我们的孩子把话都记住了。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哎呀，阿妹，愈来愈大汉，愈来愈大声，咱的智慧就愈来愈大汉哦，哈！感谢上帝，所以伊会当拄到敌人的时阵，会当甲枪架悬，会当来。互这个大水啊，会当入来，因拢免惊吓。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敢好咱不管是不是咱家己，还是咱的家庭，咱同款转到上帝面前，咱以咱的生活用上帝做咱的头，做咱家庭的主，敢好？咱每一天，咱家己升到上帝面前，这是摩西迄阵啊，因的祈祷会幕代表上帝甲因直直的所在。会幕的祈祷，伫咱的周报内面。传道有互咱看会幕的祈祷第16页，对不？会幕祷告是不是在16页？翻一下，是不是？是哈。好，我们可以按照第16、17页这样祷告。如果你不会，没有关系，你可以按照这样来祷告，你就可以在神的面前献祭坛，参像咱会前祈祷的同款。亚伯拉罕、以撒、加雅各，伊安那这段。设立这段，咱嘛会使为着安尼来设立这段。传道要讲，我有一个好的朋友，伊的囡仔3岁的时阵，伊读我知影的幼稚园，但是伊的爸爸妈妈伫伊3岁的时阵离婚。伊的妈妈是一个国中的数学老师，总是伊甲伊的先生拢是台大什么大的。伊是一个国中数学老师，总是伊的先生对伊有蜜月旅行的时阵，就开始劈腿。所以，伊真痛苦中啊，甲囡仔3岁正式离婚。离婚，伊甲伊的囡仔送到教会的幼稚园。这个囡仔3岁尔，你们这里有3岁的吗？比3岁大的举手。哇，都是比3岁大的。我现在讲的这个见证，好，情况下来是3岁的小孩见证。他读这个幼稚园的小班，他3岁而已。他在幼稚园里面听到老师说，因为这个幼稚园是教会的幼稚园。说西西家怎么样来从神得着智慧？诗篇46篇，他就很谨慎说：哦，原来信靠上帝，只要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可以有力量呢。所以他就学怎么样来祷告，怎么样建立祭坛。可是很复杂16、17页那个字好多对不对？怎么办？3岁会不会认字？你们会不会认字？哦，你们好强哦！这3岁孩子一点都不呛。那个老师跟他讲：“你有困难，你只要祷告4个字就好。哪4个字？那我想，哈利路亚，感谢神，这也是很好的赞美。还有4个字的是什么？赞美主3个字也是好。这4个字，他只学了3岁小孩子学。主啊，对，主啊。救我，主啊！感谢主，他在他妈妈最困难，每天为他妈妈祷告。他妈妈晚上要睡觉，妈妈，咱来祈祷甘好。他妈妈是虽然学数学的，一遇到这个生活的灾难，就心里难过。妈妈，我们来祷告，祷告什么？主啊，救我！赫伯台风的时候，戏子他家住戏子，20几层楼，下面都是水。他的理智全部都崩溃了，他心里害怕到极点。一个国中数学老师害怕到极点，他的小孩3岁，跟他妈妈讲：“啊，
安慰他妈妈，就像他妈妈曾经安慰他一样，摸他妈妈的头，妈妈不要担心，不要害怕。那个老师跟我讲说，主耶稣是我的力量，是我们的避难所，而且这个避难所是坚固的哦。妈妈，妈妈，我们来祷告，主啊，主啊，主啊，阿门。他妈妈真的就不害怕。从那时候他经历了，后来他妈妈也受洗成为基督徒。后来他我的好朋友得了癌症，但是很奇妙，他人生有很多风浪，可是他仍然越活越有盼望，越活越精彩。2013年，我还去当他的伴娘，跟我先生，因为他再次的结婚，得着那个祝福。他跟他的先生全家都来服侍神，感谢神。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而且这个避难所是坚固的，不是那避难所会倒的哦。你知道我们去建勤教会，那个牧师曾经讲过，他们那个基望是他们的以前的属灵前辈，是原住民太鲁阁族的。他说他那阵啊吼，那个第二世界大战的时阵，那个要来炸弹要来炸的时阵，这个基望吼是信主的一个查某囡仔，算讲妇人人。哇，伊看到避难所在那里。伊要去迄个防空洞，要走，你知哦？结果伊甲团队可能同款，脚无啥好的款，明明就伫遐走袂到，弹已经来啊，炸弹已经来，啪啪，伊走袂到迄个避难所，要安那？伊走一个安那，借一个石头囥喺遐。等伊咧等的时阵，上帝是伊的避难所，而且是坚固，是安怎讲？伊目睭紧紧看，迄个防空洞安那被炸掉。伊走袂去，总是上帝才是保护伊，所以上帝保护咱的这个避难所，才是坚固的哦。吼，避难所唔是拢坚固哦，爱有主教咱伫地才是坚固的。吼，咱来甲上帝斗阵，伫这个祭坛顶，咱每一天拢来设立这个祭坛。我要爱的幸福伫倒位？我要的幸福在哪里？在哪里？在生活中。好。我要的幸福在哪里？在上帝。对了，上帝要你怎样？要改变。我常常不想改变，所以我要的幸福在我不要的改变里。也就是说，你不想改变就没办法。所以改变能带来幸福。愿我们每一天都改变自己，先到神的面前。如果你没有很多时间，你至少说：主啊，我在这里，救我。主啊，如果我有时间，我不知道怎么祷告，我就按照我们周报里面会幕式的祷告，我们可以这样一层一层来祷告。神的祝福，神的祭坛就在我们的当中。神要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只要起来，我们起来改变。主是我们的力量，我们一起来经历。我们从会幕式只是家庭祭坛之一的方式。好，我们神要与我们同在，神是我们幸福的源头。我们知道改变能够带来幸福，只要我们愿意起来。每一天回到源头，我们就会有安心，我们有信心，我们能专心来依靠神，我们这一生就会活在主的幸福跟保守里。主是我们的力量，他是我们的帮助。我们要用这首歌，我们要来再一次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来告白我们的这个信仰。主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患难中的力量。主是帮助我的，主是我及时的帮助。求神来帮助我们，求神来让我们每一天改变我们自己，归向神。我们愿意带领自己，带领家庭来到神的祭坛。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患难中的帮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来。是我快乐，我力量，主是患难中力量，主是我帮助，我的帮助，主是给是帮助，主是飘蓝手，我飘蓝手，主是坚固飘蓝手。是我力量，我的帮助，
是我的飘兰手，大地随我改变，换琐碎的摇荡，大海波浪，大海长空，我的心也会摇咱三个来祈祷，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感谢你，阮的生命中有灾难，总是主你真做阮的帮赞。主，你是阮的溃烂。主，阮每一遍来到你的面前，阮就哪来哪有溃烂。主，阮感谢阿罗你，你知你的囝儿现场所面对的困难，主你听见，你有大权能，你要真做咱的帮赞。你要真做阮众人，是你囝儿的帮赞，阮感谢阿罗你，阮安尼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咱要搁一遍来唱这首歌。